台湾文学金典奖的得主陈思宏，今年搁来出新册，叫做《社头三姐妹》，以故乡中华来做创作的题材，描写着传统的女性伫家庭也是生活当中受到的这个束缚。伊也特别倒来到中华举办分享会，请未少人来参加。 中华社头因为姓萧的人多，所以地方有流传一句“社头萧了了”的讲法。伫中华出世大汉的作家陈思宏今年出版新册《社头三姊妹》，伊讲小说内底三位姓萧的萧查某，拢是伫生活家庭拄着真济束缚的传统女性，希望透过小说涵古个趣味故事，鼓励大家勇敢过自由的日子。上面是萧查某，萧查某就是伫些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内底吼，违反原厂设定的女性都是萧查某。譬如讲，你也无结婚，啊无生囝，啊是你有离婚，你甚至有野心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，那都是弄是萧查某。所以我在一刚刚拢鼓励所有的女生吼，都来做萧查某。 陈思宏表示，过去读到的世界文学拢是外国台，伊连续出版几地方《楼顶的好人》加《社头三姊妹》三本小说，分别是发生伫永靖、园林、社头的故事，完成中华三部曲的目标。也特别转来中华办新册分享会，请不少读者来参加。我真感谢伊伫个小说内底为女性发出声音的感觉，尤其是台湾传统较庄卡的所在。 这种对女性较刻板的无好的对待，较真嘛是还阁有。哦，愈在地的所在就是愈全球，啊，咱爱对家己的这个故乡的这文化啊有信心，啊，以后全世界大家都会对咱台湾刮目相看安尼。陈思宏的小说伫侪国家拢有翻译版本，嘛有国外媒体因为小说来中华出境采访。伊6月嘛代表台湾参加伫韩国的首尔国际册展。陈思宏希望透过文学作品，甲台湾的地方风景甲社会议题，小结合全球的读者，展现台湾文学伫国际的影响力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